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24日登场，事业风光的女神卡卡却在此时传出情场失意。32岁美国流行音乐天后女神卡卡惊爆与经纪人未婚夫克里斯汀·卡里诺分手，这是她3年来感情第2度触礁。路透社报道，女神卡卡 （Lady Gaga） 代理人今天证实媒体报道，卡卡已和经纪人未婚夫克里斯汀·卡里诺 （Christian Carino） 分道扬镳，但未提供进一步细节。一名不具名的消息人士告诉《时人》杂志 ，People 事情进展的不顺利，感情有时就是突然告吹。没有什么冗长的戏剧化过程，以音乐爱情电影《一个巨星的诞生》（A Star Is Born） 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女神卡卡，将在以有线电视播出的颁奖典礼上演唱电影主题曲《搁浅带》（Shallow）。入围最佳原创歌曲的《搁浅带》夺奖呼声高。女神卡卡去年10月宣布与克里斯汀·卡里诺订婚，两人2017年2月开始约会，前几个月，卡卡才与交往5年的演员前男友泰勒·金尼 （Taylor Kinney） 分手。女神卡卡携手克里斯汀·卡里诺出席1月在洛杉矶举行的金球奖 （Golden Globe） 和美国演员工会奖 （Screen Actors Guild Awards） 颁奖典礼时，两人看似如胶似漆。不过有眼尖粉丝发现，卡卡10日在葛莱美奖 （Grammy Awards） 演唱时，手上少了那枚巨大的订婚戒。英国《每日邮报》（Daily Mail） 报道，搁浅带夺下葛莱美最佳影视原创歌曲奖后，卡卡发表得奖感言时却只字未提49岁的未婚夫，让情势传闻甚嚣尘上。但有消息人士透露，卡卡是因为表演才摘下戒指，还说卡卡对订婚仪式兴奋不已，但她为了一个巨星的诞生，忙到昏天暗地，甚至没空思考婚礼事宜。中央社